現在，讓我們了解一下圖形對象菜單。圖形對象工具欄是一個強大的工具，請注意，它將適用於所有選定的形狀和物體。請避免在除繪畫輔助菜單中的物品外的所有副對象上使用該方法。注意，當使用該菜單操作一組物體時，撤銷選項有限。如果在圖形對象菜單激活時選擇了某個對象，菜單就會顯示出來。頂部是筆畫顏色選擇，你可以選擇對象線的顏色。下面是背景色選擇。在這兩個選項中，我們都可以選擇可見顏色，或者進入右側的手動選擇模式。然後是填充選項，我們可以選擇一個窗口、雙層窗口和實心填充。筆畫寬度控制線條的寬度。筆畫風格允許我們選擇虛線和連續線。這種粗糙讓我們可以選擇手動線條樣式或直線，而邊緣則可以選擇圓角或尖角。不透明度控制線條和填充的透明度。為了顯示圖層選項，我們需要多個對象。這些物體依照插入畫布的順序一層疊放。圖層選項可以將選中的對象或物體向前或向後移動一層，或移到前方或背景。底部有一個重複鍵、一個刪除鍵和一個組件。只有當選擇多個對象時，組件才會出現。如果選擇中包含某個組，也會顯示一個取消組按鈕。目前為止，所有提出的選項都與幾何對象相關。然而 ，CADDLY 還有一些更多類型的對象，比如線條或箭頭對象以及文本對象。菜單中的選項將變化為包含所選對象或所有被選對象可用的選項。選擇線條或箭頭時，我們會看到剪輯中顯示的箭頭或線條類型選項，斷箭、彎箭或直箭。我們還獲得了改變箭頭側面的功能。對於文本對象，我們會有另外3個選項。我們可以從多種字體家族中選擇。最後，我們可以確定文本大小和對齊。當選擇多個對象時，我們會看到對齊選項。你可以將所有對象對齊到選區框的右側、中心或左側。你也可以對選擇框的頂部、中間或底部做同樣的操作。你也可以讓物體的垂直或水平間距均勻分布。